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7月初8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林雅纯。新闻头期先来关心国内肠仔病毒疫情有加悬的趋势。疾管署公布有新增加一个重症的个案，是一个干那8个月大的囡仔。 个案，他是一个中部未满1岁的婴儿，在6月上旬出现发烧等症状，目前检出是确认肠病毒第68型的并发症。那目前个案已经出院。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是有6例的一个肠病毒的一个重症的一个个案，跟前周比较起来，大概上升了6%到7%之间。那我们整个国内的一个肠病毒的一个疫情，大概有上升的一个趋势。 疾管署表示，这囡仔捌出现发烧，并被解规身躯慢慢咧调的情形，也佫有查出并发肺炎、甲脑炎，了后才确定是感染到肠仔病毒。佮个在经过治疗是已经恢复健康。疾管署也提醒讲，若是看到5岁以下的囡仔有出现感冒症头，也佫出现直直爱困、慢慢咧调，也是一直吐的情形，都要赶紧送病院。 再来关心这强烈风台巴威是继续咧接近台湾，气象署预告拜5暗时到拜6的早起是上挖近咱台湾的时阵，到时阵这全台湾拢会落雨，尤其中部以北的山区就要注意可能会落大水雨。上紧气象署伫咧拜4就会来发布海上、陆上的警报，因为这风台进前伫咧关岛是霜冻甲正惨重，咱台湾即马也得要先做好防灾准备。 大风大雨靠过去，街路的墙啊拢风扣甲完后，甚至有车风扣一个变过。强烈风台包围是对太平洋渐渐挖过来，不过初6包围风台是先扫过美国太平洋的属地。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其中灾情上严重的是罗塔岛，严重受从无水失电。It was my first time, like that strong typhoon. Yeah, it's very scary. 目前气象署预告包围嘛是同款沿太平洋高压的南边往西边刷过去。暗算拜3初8暗时开始出现北转，一直到拜5初10来到琉球群岛的南边。如果拜5暗时到拜6的这时是上海台湾的时阵，暗算上近拜4这时发布海警，半暝发布陆警。 所以预报几率上还是以这个路径最高，要登陆的话几率是比较偏低的哦。西北的角度是比较高，而且它也是距离彭佳屿以北的方向在往前走，所以以目前预报上来看的话，还是会带来一些西北风，特别是对于北部的山区带来比较明显的雨势。 气象署预测路径是以通过台湾东北边的近海，再个往西北过去，到台湾北部海面的几率上悬，无一定会变作典型的西北风台，但是期间嘛是会靠西北风影响全台。另外，伫挖台湾的时阵，7级的暴风半径，同款有300公里以上，暴风圈可能会升级到东北部的陆地，扫落来中部以北、宜兰、花莲拢入去暴风圈的范围。总共是提起包围上挖台湾的时阵，有可能会离无到100公里，强烈全台的风雨拢会真明显。 按照现在的预报的路径来看哦，那当然影响最大的地方应该就是在差不多云林彰化以北哦，一直到大台北、基隆到宜兰这一带这个区域哦，因为它如果接近我们的这个东北部的近海的话，整个北风到西北风会直接从海面灌进来。 为了影响包围有可能造成冲击，行政院长杜英台初7下晡是去气象署来视察风台整备的情形，或者提示讲北部地区对云林以北到宜兰，拢会第一个受到影响，可能靠10级到12级以上的阵风，加上强烈的雨势。另外南部有可能是买10级的阵风，风雨的一阵一阵，有可能雨势比风势更较大，对伊的威力是袂当大意。记者综合报道。 这风台特别来啊，南部的县市拢赶紧来展开防灾准备。高雄是针对较高淹水所在，甲爆花塔福馆；台南是加强下水道的巡检。那屏东的小琉球，这船帮嘛来做调整，民众若是有坐船的需求，就要事先来确认详细。 怪手山鸟啊，无用试查，赶要伫风台入来进前，先甲2人客本土做搜准。因为高雄田寮美罗桥这大所在，6月25的大水库做水灾，那包厢的怪手山鸟啊，拢互水淹去，附近的人家厝嘛拢淹水。因为八月风台会对台湾来，南部可能会上大雨，市府相关单位先做紧急应变，桥边已经雇用太空包装好势大型沙包要来挡水，附近的民众嘛先用冷冻图款一寡船流起来去。内底冰库惊无电无水尔。 因为阮拢有准备。你遮物件款几工？哦，拢几礼拜、几个月嘛有够。以紧急应变的方式，譬如说，
移动抽水机或堤防加高等相关的这个措施来因应这一次的这个周末的这个台风。因为气象署预估8月风台风雨威胁性大，台南市长黄伟哲早起也带队去巡视雨水下水道的状况，要求相关单位落实清淤工作，和排水系统会当顺利运作。另外，已经连续2天和风台扫到无通收的麻豆文旦，农民用心计较咧养蚕，真不简单才恢复淡薄仔元气。即摆佫等到风台要来，农民敢若会当加强树位固定，减少落果。尽量把它固定那个树枝，不要让它增加那摇晃晃动，减少落果。现在怕风，因为它已经开始灌浆了，它里面有水分，稍微有一点重量，你看柚子都已经垂下来了。柚子垂下来，风一吹，它就掉下来了。另外，在交通方面，屏东小琉球的交通船嘛提早宣布要调整准邦的时间，其中叶流线对拜四开始停驶，东流线拜四敢若开较中昼，拜5、拜6拢是停驶的状况。有侪准需求的民众爱记得提早确认，避免白走一撮。记者郭明哲、郭家祖、柯超勇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天气，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今仔日各地拢是好天烧热，高温普遍也是有32至35度。气象署嘛有针对12个县市来发布高温的资讯，有可能是会热到超过38度，因若过昼嘛，就要注意可能会落西北雨。不过，受到风台巴威的影响，在基隆北海岸、东部恒春半岛，也有马祖地区的沿海起波头，就要注意风影的变大。今仔日甲明仔载拢是好天，也毋过后日拜5开始，各地拢会落雨，尤其是伫咧台中以北的山区，就要注意雨可能会落甲真大。预估到礼拜这风台离开，天气才会渐渐转好。伫西半部也有东南部地区，也是会继续落尽雨。又搁要落大雨啊！伫这花莲万里溪的崩山湖是搁再面临着危机。伫咧水尾的砖头是拢已经加强戒备。因为另外一边伫咧马太安溪，虽然目前是已经无崩山湖啊，也毋过伫咧水头也是搁有超过2亿立方公尺的沙石啊。咁么因为即摆落大雨，搁冲落来，是互居民真烦恼。听讲又搁要撤离。万里溪崩山湖水尾的保存湖，大概是海惨。不过面对巴威强烈风台的威胁，大家还是唔敢大意。我觉得一定要把上面那个堰塞湖填满，赶快把它处理好，我们就不会过着紧张的生活。希望它如果说溢流的话，是慢慢溢流下来，我不要一次把它冲下来，我就担心了。水尾的民众大部分拢希望讲，风台大来雨量会当解除万里溪崩山湖的危机。不过，近期中一9个人小组去探勘的观察，崩山湖正平真无稳定，加上大水雨变落来了后，可能会阁有其他的所在崩起。上面还有很多不稳定的岩石，很可能你的坡脚被侵蚀啊，然后它溢流之后它会再溃，因为它上面的崩几乎还有很多，就是说它那个崩塌的东西会再下来，可能会再堵住这样子。林保署表示，这几天万里溪崩山湖还会继续崩塌，所以预估欠水量会增加到600万吨。即卖欠水量差不多是325万吨。风台若来的时阵，可能就会熊填起来，所以嘛修正发布红色甲温色警报的规定。在灾病中心发布海警的时候，海上台风警报的时候，我们就发黄。那如果它是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另外，八达岸溪水头虽然已经无崩山湖，不过水头山区也有2亿4000万立方公尺的土沙，也无互风雨扫落来，加上爆发也未完全做好势，各户乡的乡民拢真烦恼。我们长项也落在那个地方，把2亿立方的沙子带下来，我们部落，我们将造成更严重的一个腐蚀率。上游的水，如果说台风一进来，上游的水还是会下去，那些排水的问题都还没有处理掉。林保署强调讲，八达岸溪水头崩塌的所在，拢有做排水的工程。不过雨量在48点钟内，若会超过400毫米，就会发布黄色的警戒。未来24点钟，若可能会落超过400毫米的雨，就会发布红色的警戒。另外，若出现新的100万吨以上的崩山湖，嘛会随时发布警戒。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拜6礼拜原地要进行大学分科测验的考试，却因为风台来扰乱，是已经确定要延后到后礼拜1、拜2才考试。因为这成绩公布的时间会改到8月初3，登记分发的日期会延后到8月初5至8月初8。因为学测考了歹，这个省校的学生放弃个人的申请，规心准备7月份的分科测验。4个外月拍拼，这个拜6礼拜就要考啊。
想要到8位风台外来。我都倾向不延期大致上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就是期待上考场的那一天啊。但是如果延期的话，那就是把现在能做的再做得更好。这个细念的学生，嘛是学测的成绩出来了后，就咧拼分科测验，还阁请家教来上课。伊就是讲考煞就轻松啊，那会知影拄好风台来，真侪计划拢拍乱去。延的话，一方面是行政更麻烦，然后可能我们放榜时间会延后，整体来讲就是又要多折腾个2-3天，其实心理的负担上还是蛮大的。我蛮多朋友，包括我自己，都是觉得风大雨大没在怕。如果能赶快考完的话，淋雨回家算什么？分科测验伫转型进前是大学指定考试。2004年，因为闽都离风台，造成东部交通冻点较严重的灾情，200多个考生无法度顺利去考场。后来指定考试举行历史上头一届的补考。2020年新冠疫情滚价，因为居家检疫甲居家隔离无法度去考试的考生会当补考，名额有另外算，毋过袂当填医科甲期科等等管制名额的科系。2021年上尾一届指定考试，因为新冠疫情延期延2届，一直到7月28至30才来举行。初7下晡，招联会甲大考中心提早举行应变小组的会议。会后，人伫新竹主持全国教育局长会议的教育部长陈永尧访问讲，这届考试的时间，陈永尧讲分科测验确定延期。招联会下午的开会确定是会延期，考量这一个整个我们这一个考生的一个权益跟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写啥物？先来看联合报。警政署统计未成年无照驾驶的案件增加，监管基金会指出，青少年无照骑奥多摆超过6成，拢是要去学校，也是做散工，而且有超过5成是拢经过家长同意。再来看自由时报，立法院会3读通过刑法的修正案，明定未成年性侵案的追诉期，伫咧受害者满20岁进前拢无算，互受害者大汉了后，也是会当为细汉受到的伤害来讨公道。落尾是中国时报，主计总处公布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达到2.6%，连续2个月超过2%的通膨警戒线，也创下17个月来的新高纪录。继续来关心中炼油脂的油致癌物质超标，食药署本地是要求，若有用到出问题油超过20%的产品，拢总爱落价。毋过却是引起质疑，即马虽改做20%以下的产品嘛，拢总得爱预防性落价，但待检验证明无问题了后，才会当搁卖。因为这中炼延后通报这件代志，嘛，互食药署来罚1亿6520万，创下财罚金额的新高纪录。中炼油脂验出致癌的物质苯偏比的事件持续烧。卫福部表示讲，目前调查显示讲，中炼下游的厂商南桥早在5月13自主检验的时阵，就发现油品无啥正常，但是一直到6月30，中炼才通报主管机关，中是经过团主审的延误，已经违反相关法规，会追究责任。另外，中炼 ND 通报对这过程嘛涉及不实，食药署会照办法来罚因1亿6520万，创史上上悬的财罚金额。根据它的这个情节的轻重以及贩售的影响程度，那么一并去考量，那么计算出来1亿6520万。食药署伫初7的尾暗嘛，搁一摆开记者会，公布下游360间受到影响的业者，因的232项产品的明细，其中330间产品内面有17项油品，内面有26间是做餐饮来使用，另外有30间下游的业者是选中1级的黄豆油，有3间是做餐饮来使用。卫福部长周宗良嘛临时参加记者会，佮亲身宣布其他无够20%的175项产品，嘛必须要伫咧初8半暝12点之前拢预防性落价，等提出检验合格证明，就会当顶提出来卖。那么为了让它能够落实而且迅速，因此决定全面下架，预防性下架了，不是完全就是不可以，是说先预防性下架，那么如果检验合格的，仍然可以继续上架贩卖。另外，在野党的立委要求卫福部长爱食药署长为中炼油品案落台。周宗良回应的时阵，同款强调家己的态度拢同款，只要搁伫公职一讲，就会尽全力来做好工作。对中炼油品案一定会公开资讯，追究责任，持续强化食安管理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
除了中联邮资受罚1亿6520万，包含伫咧台中的福寿服务公司，伫咧6月中就知影这油有问题，所以慢19日来通报，拢罚300万。伫中华的泰山公司嘛，罚600万。而且在野是认为讲，这中央的作为伤过拖沙，要求卫福部长赵忠良得要落台负责，嘛呼吁政府应该扩大到全国抽查检检。中联地洋油引起全台湾10万风波，台中市长卢秀燕开第一枪，针对设伫台中的中联也甲投资手业者福寿服务公司，6月中就知影油品钞票刷延误通报19天，涉嫌隐瞒，稍微各罚300万。伫中华县的泰山公司，原来互卫生局重罚600万。对于涉及这个致癌油的3家公司，根据食安相关法规，采取最高的罚则。没有及时通报卫生主管机关。那另外，在本局7月1号稽查时，公司亦未完整说明问题油品发现跟处理的过程。对1300吨问对油品流入市面有3个月啊，民众党团质疑目前回收比例较无2%，批评中央处理上慢，各点名要求卫福部长赵忠良落台。行政院长都用提交立法院专案报告，爱向全民回息的。业者只需要自主管理，业者只要自主揭示就可以了。那我们请总统、请行政院长、请卫福部长带头示范，喝给我们看，吃给我们看。4月份就制造出来的污染流药，我们到今年端午节过后2个礼拜才知道有问题。我家这一瓶到底能不能吃啊？需要自己上网查，自己对批号，自己研究流向。政府是在治理国家，还是在办全民版？大家来找茬。国民党团呼吁政府爱随扩大全国专案抽验，完整公开受影响的厂商品牌产品配合者名单。卫福部必须要把这些退货的资讯在整个网站里面更清楚的一个去标示行政部门站在捍卫人民健康的立场，该有的作为一定要拿出来。超过标准的油制品必须马上下架，而且没有超过的也要求厂商自主检查，能够提出安全的保证。让消费者在采购的时候也能够清楚的知道。另外，我们要求教育部对于所涉及的学校，进一步的跟学校取得联系。所幸目前是这个暑假期间，并没有营养午餐的供应。他们已经在做这个工作了。对方台表示，10月4当动员所有人力清查受影响361间业者油品，会赶紧公布完整的清单，让民众依照科学标准掌握产品的资讯，同时处理后续油品供应继续稳定这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进前伫咧气象署做医保员的陈建安是标出伫今年5月27日时，骑奥多摆骑志向去互警察抓落来，做毒品的快筛验出阳性，伫伊身躯顶冒超出毒品，随后因警方依照违反这毒品，抑佫有公共危险的罪嫌来上班。因为气象署也要进行行政查处，也尊重司法调查结果。今时期翕到一个细陈的骑奥多摆的熊熊冲出来，车一大堆伊所一路颠倒向抓行，差一点就去下着红色的奥多摆，好甲在对方闪过，意外则无发生。今年5月27日，伫台北市中庆南路2段，警察伫巡逻的时阵看到有颠倒向的车，随过去甲查。证件、钱包。警方发现这细陈的驾驶过的人戆神，怀疑伊涉嫌食毒驶车，随实施毒品萃卵的快筛，结果是阳性反应。警察随扣车，而且对伊身躯顶超出毒品和食毒的工具。他就是逆向嘛，然后神经恍惚这些，给他做毒品快筛测验，他就是呈阳性。现在呈阳性之后，就可以现行犯逮捕，逮捕之后就可以附带搜索，就可以看他的车子里面的东西啊，所以就看到还有安非他命这样子。警方就涉犯毒品和公共危险罪的罪嫌，甲细陈的移送法办。我想到一定的是前气象医保员陈建安。要提醒大家，第一个就是低温。2021年以后，已经转换工作项目，是帮助医保技术开发的配合辅助的工作。对陈建安涉嫌食毒驶车，气象署正式5月已经接到通报，做内部的清查，尊重司法调查的结果。相关案情仍在司法机关的积极性，在查证的为师若属实的话，本署必当秉持依法行政、无枉无纵的原则，依法严惩，绝不宽待。多件案件一直发生，根据警政署的统计，去年就查到8659件，今年1月到5月已经来到6730件。多件嘛造成车祸事故，今年1月到4月，多件死亡数都有9个人这么多。记者综合报道。
警方抓到假投资商城诈骗集团，有36个人受害，损失2000多万。这警方有查扣侪相关的设备证物，还有价值大约100个过10万的泰达币等等。警方也呼吁民众是千万唔通相信人乌白报讲偌好康，会当趁钱，都要提悬警觉。警方一个冲入去，随花嫌贩卖叮当，现场查扣到27支手机啊、电脑监视器、随身碟，甲价值101万的泰达币等犯罪证物。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自去年8月接到民众报案了后，积极展开调查。伫今年3、4月就超2届，查到姓陈的主嫌、干部甲工程师等核心成员的假投资商城诈骗集团。姓陈的主嫌负责伫台湾控制伫国外柬埔寨诈欺机房的运作，指挥境外25名成员的犯案，创设虚拟货币加掌握诈骗的平台。一届诈骗被害人大约有36人，财产损失金额达到2000多万。假交友、假投资、假检警方式来欺骗被害人，所以希望被害人如果碰到类似的情形，请上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者是打诈仪表板去查询最新的诈欺方式。警方表示，犯罪集团先利用交友软体甲被害人培养感情，得到信任了后，再个诱拐人加入假的商城平台开店，然后主嫌会假做交易已经趁钱，一直要求被害人付商品的成本，搁补订单资金的费用，要求以泰达币汇入去指定的虚拟货币钱包。警方一再呼吁民众，千万会记得爱提防青份人声里趁钱的好康的，以免造成财务的损失。假投资商城诈骗团已经和警方以刑法加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往来看国际，法国总统马克宏去访问叙利亚，也毋过就伫伊住的饭店附近，说是传出爆炸案，造成18人受伤。كنا جوا المحل وطلع التفجير الأول وبعد تجمع الشرطة صار الانفجار الثاني بعد ب5 دقائق. التفجير الثاني أو التفجير الأول هالشيء بينزع اقتصاد البلد بالتزامن مع وجود الرئيس الفرنسي ماكرون. 马克宏这届访问是伫咧阿塞迪政权落台了后，头一个去访问叙利亚的后面领袖。好佳在发生爆炸的时阵，马克宏人是伫咧叙利亚的总统府会谈，无受到影响。这届马克宏除了要和叙利亚来讨论国家重建、反恐怖攻击的合作，也有外交关系升级，而且嘛带真侪法国的企业代表做回去访问。咱过来看，伫咧纽约曼哈顿有一栋37楼高的大楼，当咧整修，说是传出强被放弃的危机，是已经出现这钢骨变形，甲部分楼层落落去的情形。经销嘛赶紧来疏散，封锁周边道路。纽约曼哈顿第一大道、第三大道之间的东40街到45街，目前是全面封锁，人甲车拢禁止出入。纽约市长曼达里证实，这栋37楼高的大楼状况真无稳定。Two structural columns have buckled, in addition to multiple cracks and sagging floors. The building remains unstable. 这栋伫咧纽约中央车头附近的大楼，进前是跨国制药公司辉瑞的全球总部，1970年代所起的。原本是做商业办公室，即马要甲改做高级公寓，按算会有1600户，超过36000平。初一早起所通报讲，大楼有落太路的状况，附近的徛家办公大楼、店家民众拢紧急疏开。And since we arrived on the scene and put that in place, we have seen continual movement. It does mean that it is not yet stable. It is still a very serious and dangerous situation. 目前确定大楼的21楼甲22楼有2支钢梁歪曲变形，21到26楼继续咧崩。即马曼哈顿市中心竟然有大楼可能会崩，附近的居民拢真意外。A little shocking, confused. I find that surprising that we're having, in the middle of New York City, an issue about a building collapse. Yeah, I don't know. It's surprising. I've lived here for 6.5 years. I've never seen a building almost collapse, especially this close to Midtown. It's pretty wild. 负责上班甲徛家专案的纽约市处提局，赶紧新准现场的包厢安装临时条辅助，相关单位监控建筑物受损的所在。目前临时条只是初步的措施，后续的稳固工程会阁继续做一段时间。公视新闻警员群编译。
掌控加沙地区被20天的哈马斯政府伫7月初6宣布解散，要甲权力交予加沙行政国家委员会。哈马斯表示，这是要来推动加沙的行政转型，也毋过针对外界所关注的这哈马斯戒毒武装的部分，有关是无共识。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的组织哈马斯，2006年是拍败长期执政的主流派系法塔，赢走巴勒斯坦议会大多数的席位。隔年，阁对法塔的手头甲加沙走廊的控制权抢走。去年10月，哈马斯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了后，哈马斯是真一摆表示讲愿意退出日常治理。哈马斯强调，这符合停火协议的既定安排，终止加沙的政治主导权，是为着要消除以色列任何占领借口。تأمل أن يستطيع الوسطاء والدول الضامنة وما يسمى بمجلس السلام من إجبار الاحتلال على إدخال اللجنة الوطنية إلى قطاع غزة حتى نكون أمام إعادة ترتيب الأوضاع。去年10月，美国总统川普为着要协调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设立的国际组织和平委员会 （NCAG） 是伊下骹的组织，负责加沙日常公共服务和民事的运作。对接管加沙 ，NCAG 的主席表示讲，伊的委员会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等资源和能力到位，就会当承担国家的职责。这是外团 NCAG 一直无进驻加沙，是因为以色列反对。对哈马斯解散，以色列除了中心袂因为安尼撤军，各当面哈马斯强调的是放弃治理权，毋是控制权。而且只要哈马斯手头有武器，任何平民政府嘛只好由在伊安怎武。以色列的外交部长是伫社群平台发文，讲会坚持全面执行互哈马斯全面戒毒武装的计划，佮呛声讲要彻底实现加沙地区的非军事化。对哈马斯的表态，和平委员会伫社群平台发文，表示讲会照联合国安理会的规定，所有武器拢予 NCAG 来控制。佮强调讲，对哈马斯的评估会以实际行动为准，毋是口头的承诺。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伊朗进前的最高领袖哈比尼去予美国访视，即马举行国葬，原幕是已经送去到落葬的地点，有真侪民众嘛拢上街头来送别。伫什叶派圣城科姆，人阵是坐甲太多街，民众举国旗甲哈比尼的相片，大家相争要去望伊的大厝。这个掌权伊朗要40年的最高领袖，真侪民众拢希望赶伫伊车到落葬进前去甲送。伫德赫兰去甲送的民众内底，有袂少人是大声喊反美甲复仇的口号，反对甲美国和解。国葬这1礼拜期间，伫伊朗当局提供交通、食甲大的补助之下，来到这的人阵是吵。毋过分析指出，来这送哈比尼的人身份是真复杂，有的人是因为政治认同，有的人是因为宗教信仰，嘛有人是想要见证历史。这尔大胖的人阵展现政权的动员能力，毋过这无一定都是全面支持新权的体制。过去这几年，伊朗因为经济困境甲社会管制，引起几届全国性的抗议。即马当局想要透过哈比尼的国葬对外展现团结，毋过煞是无法度暗砍内部对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甲国家未来方向意见无共款的情形。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国际阁有啥物要紧代？咱做回来看世界。洪州海峡连续有3只船受到攻击，其中也包含卡达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虽然无造成伤亡，毋过有传出恐惊有爆炸危险。美国考虑要卖 F-35战机予土耳其，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就警告讲会破坏中东的局势。若准真正卖战机予土耳其，就会看到因明显的侵略行为。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是去访问挪威，不过在挪威的首相苏统理却是坦白讲，中国带来愈严重的安全挑战。挪威即马是当咧加强防范，而且甲盟友来合作，要减少外靠中国。咱过来看，中国是伫咧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飞弹，引起周边国家不满。这日本是要求中国避免任何可能威胁到日本安全的行动。澳洲谴责试射是去破坏地区的稳定。美国的国务院嘛批评中国建立核武无够透明，中国应该嘛要来参加会谈。因啊，或者是认为讲，这中国的目的就是要甲大家来吓惊，展现因有核打击的能力。
一粒大型飞弹为海面射出来，直直飞上天。中国测量试射无挂实弹的尖射洲际弹道飞弹，落伫南太平洋相关区域紧张局势。中国讲有通报日本、澳洲甲纽西兰，不过日本强烈要求中国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威胁日本安全的行动。澳洲嘛批评试射是挑战的行为，破坏区域稳定。We don't want to see any action that is destabilising or which undermines the peac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Pacific and the region. And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is is a provocative act by China, which does destabilise the region. 美国国务院声明指出，美国拍拼防止核武扩散，批评中国伫拖后脚无透明建立核武，爱中国参与核武会谈。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是大文公开飞弹航迹图，讲中国试射巨龙2型尖射弹道飞弹为南海升空，飞过菲律宾李宋岛的天顶，到尾落伫南太平洋nội陸甲東加中央的公海。吳钊燮批評中國擱再證明家己是惡霸。針對了東海、南海跟台海的周邊，以這種假執法的方式在進行真擴權。那再加上昨天對着太平洋試射了洲際彈道飛彈這樣的情況，都引起了國際之間的恐慌。外界研判，中國這屆試射尖射彈道飛彈，反映出中國核武發展手段得到重大進展，為陸基延伸到水下，有可能威脅美國本土。學者觀察，中國典型已經有2次核打擊能力，釋出戰略威脅的信號，目的是恐嚇美國介嘅盟友。事實上，中共的核子武器，它絕對會對美國或其他國家想要在幫助台灣，或者是在跟中國互動上面，會有一個限制。美國會更加的重視第一島鏈周遭，甚至是南海這一邊的反潛的相關的一些作戰跟戰略。針對反制中國尖射飛彈威脅，學者認為顯示第一島鏈的國家未來在反潛作戰、水下情感中，也加美國合作的重要性。炸彈發射。若是國軍這禮拜在屏東展開新疆操演，七日暗時車載式復修式飛彈頭一屆進行夜間射擊，炮彈聲音、飛彈的火星照光規個暗暝。國軍展現24點鐘野戰防空防衛能力。記者採訪報道。除了軍事威脅，中國嘛是一直上看上拍來滲透咱台灣。檢調發現講，有中國的科技公司甲咱國內業者做咱的口罩，假做是天下雜誌的編輯，要來甲人採訪，其實是要偷摕機密。專案有2個台灣人涉案，涉犯這個資法的部分是不起訴，因為犯罪中國人是已經獲發布通知。檢調到公司全面敲碎，約談的2個前後任負責人涉嫌甲對方交結協助不法事項。理性及誠信表明國人受中國大陸網軍指使，在台收集手機門號註冊之賴賬號，再以每個賬號人民幣1100元代價出租予大陸網軍使用。來涉案的公司登記的辦公地點現留大門鎖條的，無法度知影內底的狀況。不過檢調查出2個業者收錢辦事，註冊的真濟個LINE小號，組合廈門市魯地信息科技公司，和對方不法人士為114年3月開始，假做天下雜誌總編輯，攝取國內政學界人士，想要偷摕機密資料，連立委助理都是以入手的目標，好甲再無去騙去。提供了我一個，裡面是夾帶壓縮檔的文件，是必須要透過加密的方式才能另外再開通，我就覺得很奇怪，然後就通報這件事。就是我通報之後，他們還是會再跟我聯繫。突然有一天就是跟我說，直接給你一支專用的手機，讓你比較方便跟我們聯絡。對我鎖定的對象，唔拿國會助理、咱自我管處加創造為5年做有關的人權團體，嘛好列做滲透的目標，靠2大手法發動社交工程攻擊。第一就是加LINE，假做採訪邀稿，探問資訊。過來就是寄有惡意程式的電子郵件，若是點擊下載，設備就去駭客控制。目前主導犯罪的中國籍姓洪人士已經發布通緝，過來2個嫌犯是得到原起訴。2名被告分別涉犯幫助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罪，均予以緩起訴，緩起訴期間為1年，分別應向公庫支付新台幣12萬元及5萬元。檢方考慮涉案個人認罪有賄賂，嘛繳回人民票3300塊的犯罪所得，涉犯的個資法罪嫌，可以1年原起訴。被告妨害電腦使用部分，因為查無電腦實際去駭客攻擊的事情理由，罪嫌不足，以無起訴處分。記者採訪報道。
伫咧台湾的日本媒体人石板明夫顶日去台中演讲结束了后，说是去互一个提香港护照的查甫人攻击了后，这个嫌犯就想要逃出境，伫咧机场碰抓到。咱的总统府表示讲，这就是中国伫咧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了后头一站伫咧台湾发生的跨国镇压暴力事件。因为刘伟辉就表示讲，对方就会利用这香港人来台湾较利便的特性，派人亲门大户来犯案。该还好了，就是嘴唇还有点肿，牙齿还有一点痛。前一日伫台中，去互一个香港籍的查甫人攻击了后，日本媒体人石板明夫的喙唇也是整整。针对这个嫌犯，哪像受计划犯案？石板明夫认为讲，这并不是单纯治安的事件，背后是有组织伫咧规划甲执行，目的就是要互支持台湾的人唔敢搁讲话。我们不能退却，因为他们是为了制造恐惧，为了让大家感到害怕。感到不敢说话，这是这些邪恶的独裁政权他们的目的。如果让他们达到目的的话，我想台湾的言论自由会一步一步倒退。石板明夫强调讲，伊袂因为安尼怎救气，会持续替台湾讲话。外头看规个案件，初六伊受到邀请去台中演讲结束了后，伫会场饭店的大厅，向去互卖货的嫌犯转位面甲目落。嫌犯犯案了后离开现场，随便去机场要离开台湾。加在警方伫咧嫌犯去离回龙机进前的15分钟，随甲人抓起来。毋过，甲即个嫌犯做伙来台湾的另外一个香港人，伫咧案件发生的前一天都已经离开台湾，敢是共犯也会厘清。经检察官讯问并审酌相关证据。任其涉犯刑法伤害及以强暴方式犯公然侮辱等罪嫌重大，且有逃亡、灭证、勾串共犯及反复实行伤害犯罪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我们不容许境外的人挑战台湾的公权力，呼吁中共在台或者做其他境外在台的协力者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觉得在台湾打了人或者是做了一些不法的动作之后呢，马上一张飞机票就可以飞出去。刘伟辉表示，石板明夫这个案件，甲在台香港人唐伟雄伊拍军管去互破邮差的案件，两个是真相像。怀疑境外势力利用香港人来台湾利便的特性，用工拍了后就随刀走的模式犯案。总统府讲，这个案件是伫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了后，头一件伫台湾发生的下国镇压暴力事件。伊嘛大力谴责中国各种跨国镇压与监控的行径，包括以国内法进行威权扩张，也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戒和共同担忧。总统府嘛提醒，台湾的民众若要去中国，都要特别注意安全，因为从2024年到今年的6月30为止，已经有374个台湾人伫咧中国去互关押起来，或者是限制人身自由互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南投有民众发现讲，因兜失智行动无方便的老母身躯顶真侪乌青，了解是去外面了后，才发现讲是这1年级的看护照顾的动作实在真粗鲁。义工团体就表示讲，民众会当停止聘用这个义工，伫咧等待换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嘛会当申请哮喘的服务来协助照顾。电感翕到这个1年的看护，甲老大人抱起伫面床顶，要求伊家己倒落去。毋过老大人动作较慢，看护嘛失去耐性。中晒啦！哟，我走走了，都安尼困倒啊！你中晒啦！看护动作是真粗鲁，甲老大人拖起伫面床顶。毋过老大人拄动关节的手术，袂堪这安尼黑白狗，听甲一直哀。南投一个好小姐就表示，5月初开始请这个看护，毋过最近发现厝内钱甲一寡物件定定碰见，而且老母的身上嘛有真侪乌青已经灰伤痕，怀疑这个看护有不懂对待。因为我妈妈有癌症，有失智，然后又动一个大手术，就因为这样，所以才请外劳来。那这个外劳他明明知道我妈妈有做髋关节的手术，还故意这样子用力的摔她髋关节的位置，协助其完成这个伤害以及妨碍自由的告诉，那将择日通知涉嫌人到案说明后，
已请南投地检署侦办。警方就表示已经受理报案，而且函送地检署调查。何小姐就表示，这个看护是合法聘请的，不过要甲中人要求换人。对方表示，目前人力是真恶找，何小姐敢会当私头路家己照顾。义工团体就表示，拄到同款的状况，请主会当废止聘请，而且申请当朝的喘息服务。那也可以进一步去申请立即递补的这样子的程序。所以申请递补来讲话，就不是一般需要等待比较长的一个转出期的部分，也不用再重新跑那个初次申请的流程，还要去配对媒合的一个部分。义工团体就认为会出现这款问题，甲这个看护的适应、甲文化背景有关系。建议讲，伫咧聘请的过程会当加强沟通甲互动，若是有掌握到疑似不当对待的证据，就会使用正常的途径争取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当咧举办的大东博览会是吸引到真侪人去参观，也毋过，却是有部分游客出现皮肤过敏、起荨膜情形。这环保局是随启动室内空气品质的监测，目前是拢无问题。环保局表示讲，会继续来监控，嘛会控制入场的人数，加强通风。大东博览会有23个展馆，逐工透早一开馆，都有真侪民众入去参观。因为展馆内底布置大部分拢是全新的装潢，而且有真侪互动设备。即马热人，请真侪民众来甲遮耍。毋过即马伫网络顶传出讲，有囡仔去遐参观了后，转去甲厝，好亲像是接触内底空气，所以起荨膜。毋过大部分的旅客认为展馆内底气味也个会当接受，无出现镜头。场域的部分没有任何的不适感，会不会也可能是天气造成的？如果小朋友本身有这个体质，我就会避免这个场，就是避免进入相关场所。官府讲已经要求环保局到展馆，针对可能引起皮肤过敏的有机化合物来做监测。这2天监测到的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残留拢符合标准，毋过会要求通风要加强。展馆它其实是有全新的一个装潢，那要考虑到下通风换气的部分。那至于因为人流的部分的，也可以做一个加强管理。卫生局清早目前伫个地区的病院甲诊所拢无通报起荨膜的记录，若环保局已经启动空气品质监测的专案，会去到每一个所在来监测空气品质，避免民众接触到无好的空气，去出现一寡毛病。记者综合报道。袂少风湿关节炎的病人拢爱用到萨乐长荣顶这款药啊，不过常常引起过敏，那严重者可能会青霉，也是肝甲腰子来受损，甚至是死亡。即马南口的中间病院就发现到一款高风险的基因，或者患者伫咧食药啊进前，就会当先来做基因的检测，避免引起过敏的反应。沙瓦沙拉因是一种用来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甲肠仔炎的药物。患者的长期食药啊，才会当控制病情。不过根据统计，这款药啊是2024年台湾引起严重药物过敏的第1名。为了提升用药的安全，中间病院经过研究，找到人体针对这款药啊会引起严重过敏的基因。沙巴沙林的过敏，在过去并没有一个办法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 confirmation。真的有这些病人，他们可能会因为这个基因突变的带源，而造成他在未来用药的时候产生过敏。他只要验了基因之后，他就比较能够找到他真的可能造成他过敏的原因。我认为这个是在临床医疗上面对这些病人来讲最大的价值。医生指出，虽然这款药啊引起严重过敏的几率仅0.4%，不过死亡率算有30%，而且可能会造成患者出现大范围皮肤起水泡、目睭青霉、肝甲腰子的损害，甚至是死亡。咱这个风湿的病人，也是肠炎的病人，其实爱用这个药啊是常常会用到这个药啊啦。那这个药啊，其实过敏的比例是无讲足悬的，不过嘛，万不伊真正有过敏，其实这会足严重的，比如讲会起水泡，会规身躯红记记，那甚至发烧啊，造成到时阵会做严重的这个过敏反应，甚至有可能死亡的状况。中间病院表示，事先的预防比术后的医疗更较重要，建议医生开这款药进前，会当身体病人做基因的检测，也会当减轻家属甲健保的负担。记者郭有记者桂林台北报道。今麦台湾的经济正在发展，物价嘛对咧称悬。基督教救助协会是指出讲，受到因帮助的5000多户弱势家庭内底，平均一个月收入是2万6，比政府规定的上加工资更较低。民团就希望讲，会当搁募集社会资源来帮助因度过生活。
你们小小的一份捐款，一份爱心，真的带给我们人生是多么大的暖流。因为糖尿病目睭各样看无法度做工课的弱势代表，可是为银行的援助，互伊通继续生活落去。民团指出，这几年台湾的经济愈来愈好，不过对收入无济弱势家庭来讲，经济好物价直直起，因的生活颠倒愈来愈艰苦。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的统计，2026年5月伫外口的食食比去年同期起3%，厝税嘛起1.76%，基本开销的负担对弱势家庭来讲是愈来愈重。大约有70%都是没有办法拿到政府补助，可是他们的生活可能比低收入户更糟糕。对于这些弱势家庭来讲，大概就是将近了3成5%到4成，他们是用在吃的上面。根据基督教救助协会内部的调查，因有帮助5465户的弱势家庭，这个家庭月基平均是26654块，比目前政府定的通维持基本生活上加工资29500块。更较少，其中食食的费用占37%，嘛比主计处2014年调查一般家庭食食费用占15%更较悬。另外，民团嘛指出，其中有29%家庭主要是因为身心有各样需要协助，那65岁以上的个案，适龄的比例更超过14%，显示高龄甲适龄家庭面对的生活压力是更较大的。很多就是可能没有办法主动或是第一时间发觉，但是透过1919的关怀网，能够走入社区，然后透过教会或是社区当中的人际关系去了解，说有一些突发或是急难需要帮助的家庭。协会表示，这弱势者除了经济弱势，资源嘛较少，拢爱靠协会加入社区发现。那今年1919救助套餐募集活动已经起过了，希望募集社会资源，提供基本的生活物资，协助弱势家庭渡过难关。记者郭金宏指讲，台北报道。台北义工教会是英国发生林家血案的地点。在咧休热期间，这罗里亚剧团是推出亲子的活动，跟义工教会合作举办台语的导览，要让大人囡仔做伙来了解民主甲人权的重要性。另外妈妈就是发现就是讲倒伫即个楼梯口的所在。义工教会也无使用台语导览，甲民众解说1980年林家血案的过程。即阵休热，真侪家长带囡仔来了解过去甲国家暴力对人权的迫害。有学生讲，这是头届听到这段历史，想袂到过去台湾要发生这款代志。感觉就有一点恐怖，这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这几年有开始咧发展迄个不义遗址啊，其实有足侪导览会当参加，咱应该毋是应该要用真侪角度去实在台湾历史，不管是欢喜还是悲伤还是痛快。林家血案事发的地点，就是今麦义工教会。伫去年，互文化部设做转型正义场址，罗里亚剧团的工作坊就办伫咧遮。团长讲，因长期透过表演，互囡仔了解人权议题，像爱唱歌的戏，就是其中的一出。剧中以外嘛，趁暑假推出一系列历史补课的活动。教会牧师也表示，真欢喜这个转型正义场址会当甲艺文活动相结合。阮是一个艺术团体嘛，艺术就是运用艺术来参与政治、参与社会。互大家知影，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咱的民主。互囡仔有一个安心会当表达意见的国家。迄时阵教会场地无咧使用啦，所以有一寡团体若想要来参访，也是要借用的话，基本上阮拢是做这历史的介绍安尼。牧师也讲，义工教会自去年就有甲导演合作拍片，拍算在今年9月在台湾国际人权电影节会推出纪录片，希望场址的记忆会当透过影像传播，深化社会对人权历史的理解。记者卢尚珠、林晓凯台北报道。空总国家文化基地高级大楼正式修复完工，8月要对外来开放，有保留真侪日本时代建筑结构，也希望这个所在会当成做台湾艺文的新据点。好人有力的歌声，伫电影空间响起，比男作歌手宋布衣展现会转人心的歌声，国家友人新歌合作，结合歌声，沉稳有力的表演。宋布衣甲友人新歌合作的作品《我转来呀》，初次伫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演出，就伫同一天，边仔的空总局办公大楼嘛正式宣告《我转来呀》。长走道上面，未来会
伫台北市上繁华的仁爱路甲建国路交汇点，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也就是较早的空军总司令部，一直互人当作是新创文化的培养基地。却因为场馆分散，展演的空间甲动线规划受限制，长期面临使用率低的难题。因为当年这个毕竟不是一个很大的建筑，是分散的，靠不断的有艺术展演，一种是靠艺术设计，甚至于靠一些外观或者地景地貌来改变，让它变成是一个在外人来看是一个整体东西。为利用古迹空间为艺术工作者提供创作基地，专项展现古迹的样貌，结合多种艺术活动。不过，空军总司令部旧大楼要做改变，还有一寡条件。那它位在整个空总基地的一个核心的位置，再加上它有四面八方的入口哦，我们里面不管是室内空间或者是户外空间，提供了非常多的资讯，让民众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周边所有的各场馆中间的讯息，让民众可以瞬间的缝合起来、连接起来。空总的新大楼未来文博会等拢会伫遮举办活动，文化部期待这个所在会当变作台湾艺术文化主要的基地。记者采访报道。在新闻的最后，咱搁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气象。北部地区26度至36度，中部地区26度至35度，南部地区25度至36度。东部地区26度至33度，一个外岛地区27度至32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林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